心却不放嘿，口里就拉嘿，母亲都忘嘿，人家们都往上哎。我听不见，牵着线，四肢都已经疲倦，心不愿被他们一直拎着线，已经不见的兄弟离我并不远，以后不一定出现。拉扯的你，哑巴的你，他们开始抓住了你，拉扯着你。你们俩感觉完全没有交集，两个世界的人。我曾经也和他一个样，你们曾经让我脾气犟，往同一面墙上一直闯，直到我闯他的一瞬。快来看看我们俩是谁？两个人首先你们应该是有一定默契。轻轻松松抢走你的位置。漂亮漂亮漂亮！最终的归途，虽然这道路不平坦，第一次才会能勇敢。如果你最近不拼，你们真的是把友情发挥的很可贵，是我特别的喜欢。站门来的我手，我觉得有恋爱的感觉。这小路一直撞。Show me what you got, baby, shake your body.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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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don't care. 他们绝对没想到后台是这样的。用生命在唱，对呀。这是用生命在唱。火药好浓。编剧在想一个这样的人，因为我告诉他不要选刘聪，我就是要选刘聪的。一般就没有作品的人就会用一些 diss 来炒作自己。你的流派，你的由来，你不是真多还是少？没有什么要说，因为我做的就是用音乐来说话。大起拿起，搁我肩膀上发怒。期待能进 Crisp 战队，拿出磨得很锋利的尖刀，展现一些技术上面的东西。选择潘玮柏的战队，这是我今年来这边的目标。狗哥，我可以帮助你，用他们的方式打败他们。我们海选的时候就说好了，对，我一直记得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下班。